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为了钱，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吗？作为感谢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吃饭就不用了。那个你呢，就离我有多远就走多远啊。这里可是私人庄园，没有出租车的。那我是不是有腿啊？没关系，不就是从头再来吗？怎么没有车呀？哎，有没有桶？干嘛？没人告诉你，逞强也是需要能力的吗？不用你管。上车。不用你管，我自己能走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怕你耽误我的时间。你在这里浪费1小时，我就要在餐厅多等你1小时，我的损失你赔付得起吗？你这种情况不适合穿高跟鞋。我吃好了，那今天合作愉快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之前你损失的钱，飞扬已经打给你了，这张支票的额度是100万，我已经签过字了，你可以随便填一个数字，就当做是今天的酬劳。我说过了，我不需要你的钱。嫌少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图谋什么？图谋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像你们这样的女人，所做的一切难道不都是以利益为目的吗？你不要这100万，只能说明你想要的更多。你不妨直接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总不会真喜欢上我了，对吧？李思辰，你有钱就可以随意评价别人吗？凭什么那么说？凭什么？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就是那样的人呢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为了钱，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吗？